第一次跑，你個真情個效果都幾好喎。係啊，成績睇到啦。係啊，跟住睇下先。你都3歲馬，即係有冇諗過驚佢少少，即係少少啦。有少少啦，因為上次蔡明紹跑完之後咧，我哋都發覺佢個前段係慢咗嘅。咁加上佢建議嘅，不如試下1600啦。個1600嗰個前速冇咁快，會啱佢跑啲嘅，又可以發揮到後勁嘅咁樣。所以我哋就同馬主講會報跑呢一場賽事啦，咁樣啊。同埋本身即係3歲馬啦，咁能夠贏到咁多年獎馬，咪對於佢即係個前景會更加大啲信心。希望佢好似如我哋所料咁樣，希望繼續持續上進啦嚇。咁跟住都係會 keep 翻跑1600先都係。會㗎啦嚇。咁希望如果到下季4歲啲賽事都希望可以有一爭嘅資格。希望先啦，因為暫時都係早啊，係咪？你仲要面對好多對手㗎嘛，因為你依家先3歲啫嘛，仲有下一季㗎嘛嚇。好，恭喜晒文先 OK，生。多謝。